由人工智能機器人藝術家艾達所創作嘅肖像畫 AI 之神喺英國嘅拍賣會上面拍賣。肖像畫以大約1000萬港元成交，係首位人形 AI 藝術家成功賣出自己嘅作品。人工智能機械人藝術家艾達企喺佢嘅作品前，同大家介紹呢幅名為 AI 之神嘅肖像畫。作品所繪畫嘅正係被譽為人工智能之父同現代電腦科學之父嘅英國數學家圖靈。I'm really pleased to have my artwork included in the auction at Sotheby's, especially since it's a portrait of Alan Turing. This piece holds special significance, as it was also displayed at the United Nations.AI 之神星期四喺倫敦蘇富比嘅數碼藝術拍賣會上，喺27次競價後，以100萬英鎊，即係大約1000萬港元成交，遠超最初估計嘅大約140萬港元。艾達擁有女性形象，佢透過人工智能演算法進行藝術創作。佢嘅雙眼裝有攝影機，仲有一雙仿生手。當然，艾達嘅創作背後係畫廊老闆梅勒以及牛津同伯明翰大學整個人工智能團隊嘅結晶。對於外界質疑艾達嘅畫作缺乏真實嘅人類情感，唔算係真正嘅藝術。梅勒指出，歷史上好多藝術家，例如畢加索嘅作品，最初亦因為太破格而被認為唔係藝術。但藝術係一個不斷演變同挑戰嘅過程。所以今日艾達被指為非藝術家，亦唔見得係壞事。梅勒又認為歷史上好多巨大作品都唔係單獨一個人完成嘅，總係有人從旁協助，就好似艾達有團隊幫忙一樣。梅勒希望人們能夠由肖像畫中圖靈顯得破碎同略帶陰暗嘅容貌中，反思人工智能之父俾世人嘅警告。呢股力量將會點樣引領世界？有乜嘢潛在嘅挑戰同困難？無線電視記者麥偉光報道。